Hello，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起來嘅時間咯。我哋講下台灣嘅農業技術一定嘅厲害，唔單止農業可以生產，甚至連講文史也可以生產幾多無窮嘅農產品咯。今日我哋就嚟邀請一位來自中華嘅青年朋友，佢喺文史地位種嘅乜嘅東西呢？今日嚟邀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馬上來分享我哋嘅這位。主持人好，大家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陳兆偉，來自彰化福興。歡迎兆偉吼，我哋第一擺吼節目底部有中華來嘅青年朋友呢。那今晡日你帶來嘅，我看到都係梅龍啊吼，我哋哈密瓜，所以你在溫室種的就是哈密瓜哦。我們不是種哈密瓜，我們種洋香瓜。洋香瓜，也個唔係哈密瓜哈？不是，洋香瓜跟哈密瓜是不一樣的東西。洋香瓜這個比較屬於圓形的，那日本品種。那我們今天有帶來的是月鹿蜜瓜，跟阿魯斯洋香瓜。那洋香瓜它有分有紋路的跟沒有紋路的，它喜歡是圓形，那它吃起來口感是綿密的，有風味的。嗰時候我哋嘅印象底部喺食法有一些差別的。嗰時候今晡日這位我請教我，今晡日帶來一個有紋路的洋香瓜，洋香瓜，好啊，嗰係沒有紋路的，嗰係乜嘅？月鹿蜜瓜。月鹿蜜瓜。對。兩種無共嘅你，觀眾朋友，應該按你有個差別，大概有啲嘅冇呢？那呢，兆偉，我想請教一下哦，你這個本身啊，因為你現在在從事農業，種的是這些洋香瓜嘛，你本身太後還讀那一口呢是讀什麼科系的？我原本是讀化學系的，那有去化工廠工作一段時間，大概4年左右，大概我目前從事溫室大概從事第5年了，我大概27、20返鄉務農，對。那原本是阿公，只有阿公在務農而已。那其實我們在外面工作其實久了，其實對家鄉的土地是有情懷的。那有一次參觀一個溫室以後，我覺得溫室栽培其實蠻不錯的。就想要回來在家鄉落地生根，找一份工作可以在家鄉穩定的，不管是你照顧你家庭，還是照顧你的土地。所以後來我就跟我爸媽商量，我想回來蓋溫室。兆偉。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你這樣子比較沒有經驗，然後又沒有這個農事背景的年輕人會去選擇說要從事農業，然後又第一次就選擇門檻比較高的溫室啊？我原本都在彰化、通勤台中工作，那其實年輕人原本他年輕的時候都想要在外地跑，可是你年紀久了以後，你就想要回歸到家鄉，不管是要照顧家庭背景，還是你對家鄉的情懷，所以後來我們就看附近有人蓋溫室，那你去參觀一下，覺得那溫室環境還不錯，所以我就想要投入溫室這個行業。那再來就是我們自己當老闆，我們都覺得當老闆比較時間比較彈性自由，可是你回來當溫室老闆以後，我們種植以後，你對自己是有責任心的，你是有期許的，那家人也很支持我們。所以我們要更加努力用功，所以付出更多的心力跟時間投入進去。這位應該談開始嘞，就是說其實要給溫室規劃啊。不過其實回到這邊，你會想自己想要掌控一個做創業當老闆的一個機會啦，就是想要自己有比較彈性的公司哦。不過這樣子說起來啊，你回來到這邊投入的成本，可以大概問一下大概多少嗎？我們現在投入成本將近1000萬左右了。哇，按高呢？那你這樣子進入了這個成本之後啊，一開始選擇的就是種洋香瓜這些嘛？我們開始先種小番茄跟小黃瓜，可是我們設備用得比較高端一點，那我們設備投入蠻多成本的，你有這麼多的好的設備，但是要種一些高難度、高挑戰的作物，所以我們就種這個日本阿魯斯洋香瓜，然後對氣候其實敏銳度很高的。然後克服台灣的氣候，那我們都請貿易商從日本引進種子，那種植，那其實氣候變化很劇烈，有時候氣候一變化，它下一個雨又出一個大太陽，我們洋香瓜可能就裂開了，那裂開以後就不能賣了，對，那你的收入會大打折扣很多，我們也遇過像去年中秋節，我們溫室溫度可以高達40幾度哦，哇，等一下哦，兆偉。溫室來講，我們就是說，他希望有一個比較獨立於外面的環境可以去控制嘛。那可是你剛剛又說，在溫室裡面可以達到40度，這個是沒有辦法去把它降下來調整的嗎？
我们已经用很多的降温设备了，如开天窗、内遮阴，还有大型风扇一直吹了，可是我们有塑胶膜包覆起来，你一定会比外面闷热，我们40度左右，已经算在温室里面已经算是凉爽了啊，哎呦，哇，这样子的话，对于香瓜来讲，它适合的温度是最极限是到几度？其实香瓜它极限温度可以高达40几到50度，可是你这么高温下，它的瓜的品质会下降，还更重要一点是，你人无法在里面工作，所以我们为了要克服这个东西，我们就想办法把温度降下来，所以用很多风扇降温。哦，冇上多呢，不过一个香瓜其实其中人哋讲，其他的温度可以差别都安泰。那你们在做这样子的因应的时候啊，就某上都讲，我可以挑一个其实相对来讲有价值，但是也不会这么难种的农产品吗？为什么会当初会一定的就是想到说要找这个洋香瓜呢？因为温室栽培来讲的话，洋香瓜已经算是比较高经济作物了。那如果这种小黄瓜、小番茄，其实它的经济价值比较低一点。对，那我们一样的单位面积，我们当然是要挑战高难度的，高投报率，可是也伴随高技术风险。那这样子，你们的温室大概面积多大？我们温室面积目前是1.6分，大概就500平左右。那这样子生产的洋香瓜，它大概一次可以多少斤？多少？我们一次大概有2800颗左右。那一年可以生产3个周期。我们都排定端午节前、中秋节前跟尾牙节前做3节礼品式的供应。那我们主要客群都是以宅配跟公司行号送礼为主。这个统一都给家，你自己遇过让你有没有最困难？你要讲让自己感受挫折最深的就是这样子裂果吗？还是有其他的方面让你感觉到很困难？我们有一次最大的挫折。整栋2000多颗没有半颗啊！对，等一下，之前是说一部分裂果某发都好树上，压根全部都没，是发生什么状况？其实我们种瓜，我们都一直常态性种瓜类，可是你一直种植，我们的土壤介质它会累积毒害跟病虫害。那假如说一直重新种植后，它最后一期它会发生严重的萎凋。因为我们那一次大概是2年多都没有换土。所以累积很多毒害了。你到第2年种植那一批瓜，它离采收期大概只有1个月左右，可是它就突然萎凋了。萎凋整个一直枯萎，一直死掉这样。哇，真的听起来很严重哎！想说可以，竟然可以在后尾树上的抹上都看到个，哇，真的是完全不知道会怎么一个反应呢，一整年的辛苦就没有了。那赵伟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工作到现在投入这些成本里面，我们刚刚都讲的都是比较辛苦啦，或者是比较负面会吓到大家嘛。那有没有让你自己觉得有比较有成就感的？其实我们每天看瓜一直成长，我们原本是连种子都没看过的人，那每天瓜一直成长，你会有一种喜悦。好，那何况是一颗瓜很漂亮的呈现，那纹路又这么的立体，我们克服台湾的气候，那成功挑战日本的品种。那采收起来以后寄给消费者，消费者打电话回来的，他是好的回馈，一直称赞他第一次买到这么好的品质，对我们大力的，比如说赞赏，请这样的骄傲跟荣耀，你都一时间就回来了。等于讲，你自己在工作底背遇到有啲困难，可以挑战成功，甚至于都我们消费者主动水果之后帮人肯听啊，给人欢喜同人分享，都是给你们一个很大的成就感，在这些过程当中嘛。那赵伟你自己啊，在这个过程里面种下的洋香瓜，这个温室的洋香瓜给它个特色，同一般的有冇跟某相用嘛？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特色？再跟一般的比较起来，温室跟一般的比较。好，我们刚刚有那个主持人有说。洋香瓜跟哈密瓜不同，那我们刚才多介绍洋香瓜，可是很多消费者会好奇，哈密瓜到底怎样？哈密瓜其实它属于新香甜瓜，它是有点椭圆形的，那它里面果肉是橘色的，那吃起来是脆硬的，有点像是水梨。那我们洋香瓜种的是一株一果，我们一株瓜只留1颗果实，可是如果你要跟其他的洋香瓜，它其实会长很多颗果实，我们是故意把它剪成1颗。那你剪成1颗你就有风险了，
它风险就是，假如说你那一颗成长过程中，它发生损耗，它一裂开或一得病，你就没半颗了。对，那它的优点是我们只有一颗果实，它全部养分都会集中到那一颗瓜，所以那一颗瓜的品质会很好。那我们一株一果，其实直接是栽培，你整株把它拉起来以后，它养分要克服地心力的影响，我们直接拉起来，它养分要克服往上去冲，所以它只能留一颗瓜而已。如果留2颗瓜，一定是很小颗，也没办法达成这么好的品质的。哦，安尼个滴诶，除了讲咱这个鲜的品种还个特别之外，温室同一般老本咱这个做诶无相同的部分，如果咱咧用挂吼，这照顾的过程当中，都本期咧讲明星般的待遇，一株一颗啊，本期所有个民众离地哦，还有特别的照顾，还有控制温控，这是就是精品等级的啦。然后从安尼讲，从就是这样子一个理解，对不对？就是精品等级的洋香瓜。对，没错。哇，观众朋友哦，没想到啊，俺们的农产品从样个俺们讲的洋香瓜，其实个照顾安真贵呢。啊，不过除了俺们的照顾方式之外，底部还有样板俺们无面多的呢。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中华台温室地部的洋香瓜，具有两版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强调一下这位吧。赵伟，刚刚前一段其实大概了解了说怎么样去种这些瓜嘛，你也让他讲到了你们在温室的这些特点。但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瓜它的风味到底是怎么样？杜杜红，你们今天有带了这个瓜，我们可以先尝一下味道，再来听你分享吗？好，我们等一下主持人我们就先吃看看。好啊，今天我们试吃的瓜啊，它是属于这哪一个的？我们这个是日本的阿露斯品种。哦，那你可以先闻一下它的味道，有没有一个香味？有呢，它有一个很香很香的甜味。对，它有个麝香味。那你们看到它上面有一层有点比较黄色的哦，靠近中间蒙蒙的部分，中间有几块蒙蒙，它那个都是高甜分的累积的。哦，过手如果要看品质，我们第一个就先看，如果切开来中间有这个黄黄，它不是过手，不是坏掉，它是它糖分的累积。对对对。哦，这位我问一下，你是要给洋香瓜，它有什么限制，或者是有什么注意要吃的那个方式吗？我们消费者买回去，因为都现采、现栽培，所以我们要买回去以后，我们先经过一些时间让它熟成一下。哦，我们前4天不要冰它。那之后你冰起来的话，它可以冰1到2个礼拜是没问题的。哦，那再判断瓜熟成，我们就可以看蒂头有没有枯萎，那摸起来果实有没有一点点微软，再依照客人你想吃怎样的软硬程度。第一口你会觉得它是有甜味的，那甜之后会回甘，那吃起来它的是有点绵密的，是没有纤维质的。我们吃台湾瓜、日本瓜，它们差异性。日本瓜它吃起来是比较没有粗纤维，比较细腻一点的。那这一颗瓜其实我们是昨天才采收的，如果你再放个4、5天以后，会更加绵密，入口即化的感觉哦。真是的呢，要给赵伟，要给瓜安的是还真的很明显，同安的一般台湾安的石头的洋香瓜差别真的就是在它的果肉说也归嫩啊轻。某那个纤维质的感觉，吃下去不会有嚼到纤维的感觉啊。猜了黑讲，它的甜味是渐进式的，但是讲，假如我刚第一口吃下去了，人家都故意是给它给总点。刚刚你说黄色的那个部分，真是第一所以也是很甜。可是第二次我又再故意吃了，在比较靠旁边一点点的，它也是会甜，可是就淡了一点，可是分得出来，它的甜味是有层次感的。对，它其实就要随着时间后熟软化。它这一颗瓜其实还没有熟成到完美。我们讲过，我们瓜如果再放个4天，它整颗均匀的熟成，你知道每一口它都是有香气跟甜分的。不过这样子，你说后熟到完美的时候，你切开了，它还是像这样子的颜色分布吗？对，它中间已经是高甜分的累积的。所以它还是没有差别，但是说你们那个会自己专业的会知道说它什么时候才会达到一个完美的熟度。对，那这颗是日本绿肉的洋香瓜，阿露斯绿肉的。
那其实它还有分橘色、果肉的。那我们刚才讲说橘色，它为什么橘色？它是有胡萝卜素。哦。我不知道你喜欢吃绿色还是喜欢吃橘色的。其实凤咪它的风味其实2个应该差不多吧？橘色跟绿色会有差吗？有差异性很高。橘色我们讲过是胡萝卜素，所以我们吃起来会有个我们俗称哈味很重的。哦，原来人家讲的哈味都会压给来哦。对，可是大部分普遍人他能接受是绿色的，因为绿色比较没有那个哈味，其实它胡萝卜素有点偏，他们俗称有点那个腥味还是色香味太重了。就等于说太雄哎啦，就是太过于浓郁的味道了。对。哦，不是说日本人他们喜欢吃的，我看好像很多剧啦还是什么，他们好像都是绿色比较多，对不对？我们绿色的品种在日本也属于比较高贵的品种。我们单纯买种子，其实种子价格就有差异性了。像我们这颗种子，它要10块到12块左右。哇！那橘色的种子大概7块到8块，所以差了大概1/3左右。哦。那我们没办法想，一颗种子10块钱概念大概怎样？你觉得大概很贵吗？我们一颗种子10块钱，可是你把它换算1公斤，它就大概要50-60万左右了。哇，真是没简单。那赵伟，照你刚刚这样子说了，所以你们全部都是种绿色，没有种橘色这个品种？我们也是有种一些少量的橘色的。那有些客人指定他想要那个品种，想要那个风味，或者是有些甜点业者，他们想要有一些不一样的颜色搭配，所以我们帮他客制化栽种一些不一样的品种。哦，原来啊，那赵伟，照你这样说啊，刚刚你有说你们理工人就是理工背景出身，喜欢收集这个数据，所以在理工背景这一块，对你从事农事啊，它有什么样子的帮助吗？你自己感觉？我们理工人就要求的是科学化、数据化。那其实现在因应气候一直转变、一直变化，我们当然是把气候的问题都做记录起来。那我们其实温室也有搭配环控系统。它可以收集整个温度变化，不管是温度曲线、气温曲线，那日照、下雨，而且我们都有应用一套自动化设备，一直收集它的整个数据。那也收集久了，我们把这些栽培的，不管是气候条件、肥料的条件、病虫害条件，那整理出一个大型的资料库。那你这样技术当然是一直提升、一直进步。所以我们前期失败不要怕失败，我们把失败的经验转换成那个后续的成功的养分，这样就好了。对，讲那个讲失败吼，唔系对你的讲系失败，你是讲我们在收集基础的 data， 对不对的？做基础的一个资料收集。你来讲，像条东有讲到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种植方式，就是离地栽种嘛。那要给铺分啊，是不是因为你们因应这些资料收集完之后，所选择出来最好的方式啊？它离地又有什么样子的好处？我们是采用离地栽培，那是种在盆栽上面的。那离地大概架高70公分左右。那它最大的特点，第一点就是可以躲避淹水，水灾的灾情。因为现在有时候台湾很容易下暴雨，那假如说水淹进温室，那如果你种土壤上面的话，它刮吸太多水，我们瓜会裂开，或者是死掉，所以我们才会有离地栽培这个因应的情形。那第二点的话，我们离地栽培都使用进口泥炭土，它是比较没有病虫害的，所以你降低病虫害，我们的用药也跟着降低了，所以你栽培起来会更加的成功性会拉高。那我也想要请教一下，赵伟，就是说，理工背景、理工人哦，都是做很多事情，那思虑哦就是很简单的。那你们在包装跟行销上面，会不会有这样子受到这样的影响？还是说，其实你们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对于包装啦、行色要给封面，你们自己有什么样子的行销方式啊？包装的手法有什么特色吗？我们目前其实行销我们都先以摆摊为主，我们前期也是先摆摊。那摆摊过程中，你可以跟消费者近距离的接触。那你要讲你的，不管是你的栽培环境、你的品种差异性跟你的品质，好，我们怎样的品质对应怎样的价格，不然消费者其实他不知道你的品质怎样。现在的人都会先比价，可是我们这种单纯如果只看价格的话，会觉得很昂贵，很娇贵。可是我看到产品以后，就会觉得，他觉得跟日本的品质比起来
还有折扣的，因为我们日本瓜进口到台湾，其实价格都一定是破1000块以上，因为它有可能一些运输成本，跟一些关税问题，还有贸易商的获利问题，那我们都产地直销，新鲜现采的，怎么在优势就有差异性的，所以这些都一定要你，不管是面对消费者，或是怎样的行销呈现，这样才是重点的。这个说摆摊为主啊，你在摆摊的过程当中，你有读到说，怎么样子比较特殊的客人吗？就是说他的要求比较特别，还是说令你印象深刻的？像我最近有记一个宜兰的朋友，他也是客人，那我们都称为朋友或粉丝，因为我们不只要把客人，我们要把他加深。让他信任我们，变成粉丝的这样常态性的回馈，我们都俗称为朋友或粉丝。那他买之前，他说他跟我第一次做生意，那真的价格是比较昂贵一点的，较贵一点。他再三的要求，一定要达到怎样的甜度，达到怎样的完美，果形怎样，因为要送礼的，每个人送礼真的是要送一份心意的，送最好的啊，对，很怕失礼之类的。那我们就其实我说不用挑。我们都按照正常出货，好，那出货以后，过了3天以后，他打电话过来，我以为他complain还是抱怨嘛，没有，他称赞说，你们品质真的很好，寄过来真的是每个人都很喜欢，客户那边也很喜欢，他们说他们之后要稳定一直常态性订购，哇，就等于稳定了这个品质之后，赚到一个长期的顾客。所以我们行销其实我们都没有打什么行销广告，我们都是以好的品质就好的行销。那消费者会帮我们介绍，我们粉丝、客户、朋友都会帮我们介绍，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行销手法。所以我们一定是先从摆摊，先拉近消费者的关系。那也透过办理一些活动，消费者可以来到我们农场体验，看我们的栽培环境，而不是我们随便拿几张照片就呈现漂亮的。他们随时都可以来参观这样。原来是这样子。不过除了你们这个品质好，甚至于讲你们的用用挂看好了，像艺术品，你们连包装那一个箱子也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也设计的很有现在的一种能够文青风啦，那种极简风格的包装，这是不是你们这个设计的？对，这个我们是请专业的朋友帮我们设计的，让他们合乎我们的品质、我们的栽培理念跟环境，那做出一个设计包装。不错，你的那个名字也都打在上面啊，整个形式也都是以你们的洋香瓜要给显示下去做一个元素呢。不过赵伟，那个农场的名字跟你的名字很像，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看包装上面有写。那时候我们取陈造温室农场，第一点就以我的名字谐音，陈造。那第二点，其实消费者来到我们的温室，他们里面是很漂亮的，那阳光洒落下来。我们每个人在里面拍照都可以成为完美。哇，真的。对，所以我们还要想要加入碳的元素，所以才会取名命名为陈造温室农场。安尼讲出来，如果有个画面呢，一个日头安尼照下来，底背后景是不是嘞？就是很正向、很温暖一种阳光的感觉。原来是这样，真的呢，这样子真的不只有味道，也有个画面空空的，哇，真是鬼好呢，观众朋友。这位啊，今日咧农场真是唐风来改好啊，水果适合也当蛮咧好吃啊。经过一条肯定之后，这位今日还有样板的想法同规划呢，让你休息一下，CB茶继续来同大家讲故事哦。继续过来这位今日农场地陪来谈故事咯。头头有讲到这位今日按用型种出按好是品质按好，又有特别行销方式的一个用香瓜应该怪难听吧？嘿，咩安尼呢？问一下这位吧，赵伟。既然你们种出品质这么好你们的顾客大家都很信赖你们，那你们家的瓜是不是很难订？什么时候订会比较好呢？一般我们采收期都主要在3节前，那客人要订购，我们都1个月前开预过，所以假如说你端午节前1个月，中秋节前1个月，还有尾牙过年前1个月，我们就开放预购。那我们发生过一组客人比较特别，因为他是朋友送给他，那一般我们洋香瓜还有后手，所以他1个礼拜以后才品尝，他觉得很不错，那很不错，他打电话过来了，他说他订过，可是我们产期很短，就只有1个礼拜而已，
哦，对，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你要再等3到4个月后等下一批了。那过了3个月以后，他又忘记了，马上打电话过来，就马上说，陈医生，你那边还有洋香瓜吗？我要订购，不好意思，我应该有点来不及了。他说，真的，我们又卖完了。所以你要再等下一次了。所以这个客人他将近等了半年多才买到。因为这个甜冰嘿，哇，然后马上又要拖，半年了喂。这种你的产期差1礼拜，只有1个礼拜哦。对，我们一起刮采收都1个礼拜左右结束了。哥说我们要如果刚是公安的黑人还同人预定的话，大概要提早多久才可以？不可能说你能盛产的时候，俺就打电话就有嘛，对不对？我们都很简单，就3节前，我们都排定端午节前、中秋节前跟尾牙节前1个月前开放预购。哦，不说等于说我在抓那个节气的前面，就是端午节前1个月，赶快先打电话去问一下，都准备了预定啊呢。你有没有说其他的客人说，你们那宝种虽然说贵奖啊，可是我们要送的还有那个更高级一点的，有其他宝种的丰盛吗？有，我们客制化木盒的礼盒，用塑的哦。对，实木的。连这个也有啊。实木的跟一般的包装有什么差别？除了材质之外，实木的话，它可以做客制化的，有些公司行号他们想要烙印 logo 或帮它镂射 logo 上去，或者公司名，或者想要写一些祝福的话，我们可以请人家再帮忙镂射。哇，安尼唐风的比较个志雄啊，韩国 T pen 呢，所以它不只说可以去做礼物，它甚至可以当奖品呢。颁奖的时候一个木盒这样拿出来，然后上面刻你是做什么的那个，真的感觉就很有那个面子价值就出来了。不过赵伟，你刚刚这样讲完啊，我刚刚在跟面子，你们带过来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奖状，哇啊！要给奖状这2个还不同，有大有小。你可以同我们分享一下这2个是什么原因？什么奖？先介绍小的那一个。那一个是我们第6届全国百大青农。哇，全国的百大青农百大青农。对。要给你这个报名的吗？这是你自己去报名参加的吗？对，那这个也要经由，譬如说先由地方政府跟农改场和农会推荐，那经过第1关的面试审核以后，再送第2阶段到农委会那边，那农委会那边又经过2次的面试审核，那最后就选出全国100位最优秀的青农。那这个是什么时候？一多年的时间了？就去年的。去年的那他是2年才连选1届。哇，真的不简单！全国这么多个青农啊，你还可以入选这样百大真是厉害。那另外一类呢？另外一个是什么？那第2个是我们彰化县政府的，我们办那个农村的青年培训，那浓度刚好好点子竞赛，就你可以提供一些改变农村的，不管是对彰化县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建议跟好点子，那我提供的点子是我们想要弄一个微型温室在学校。那教学生怎样栽培，让学生体验农业，那也可以认识家乡的特色农业，那就以我自身杰出的经验来做回馈。等于说第1个小的那个百大青农，对你自己来讲是这段时间累积的一个肯定。那第2个比较大这个好点子的奖状，那就不一样咯，就跟未来的其实规划其实有一点相关。所以我在里面听到的，赵伟你们这样的想法是，其实你已经有开始想要从事做同学校的合作，然后做食农教育、食农教育啦，甚至于是说其他一些不一样的课程的推动。那是不是这个点子现在就有在执行呢？有，其实我们现在主要的方向有3个部分。那第1个部分当然是以栽培。对应消费者，我们要提供好的产品给消费者。那第2点的话，因为我现在是青农联会的会长，我们在地福音乡青农联会。那我们要怎样让青农群聚，让大家可以不管是栽培，还是行销，或者是一起办活动，把整个乡村的农业特色，更高层面的更一个进步。我们就原本我们栽培是做一级产业。那我们想要做2级，甚至做到3级。那如果假如说你再结合，譬如说农村体验的话，把都市游客带进来我们乡村，我们做到6级产业。我们不只有卖产品，我们还可以卖服务。那消费者来到你的家乡，我们也带动整个地方的繁荣。人潮进来就有经济繁荣，所以不只有我们青农受惠，我们是让整个佛心地区
甚至整个彰化地区都可以受惠的。那第3点的话，我们想要做实用教育。那实用教育其实对的是学校，我们想要培养下一代。那其实我们不是想要把学生变成青农，我们想要让他体验农村的特色作物栽培，让他有一个好的体验。那其实他们不管是栽培过程中，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办一个，比如说小有农夫体验比赛，可爸爸妈妈不是务农的，可他家里有谁会务农？阿公阿嬷，所以学生就会跑回去问阿公阿嬷。那阿公阿嬷他会发现，小朋友孙子来问我的专业了，我种田我专业，我种菜专业，给我轻挑，很高兴。所以他很高兴的，所以亲子之间的热络会更加的紧密一点。那也可以远离山西。那透过我们，比如说我们杰出的农业的栽培，好，那他们知道，现在务农也有不一样的选择了。就跟我以前回到家乡一样，我们有家乡土地的情怀。那我们留下一块土地，假如说那块土地没有人好的耕作，有可能会荒废掉了，或者是变卖掉了。对，那学生其实他们每个家庭，我们福乡都以务农为主的，每个家庭他们都有农地跟土地。那有一天阿公阿嬷会退休，可是这块土地要谁来管理？我要一个好的规划。那兆伟刚刚有分享到的是说，对于好高学生的食农教育的有一个案例的分享，那是不是对于观光方面啊这些你们实际上有在进行，还有没有更多的实际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现在就我们福音乡青农联会会长，那我们就带领我们的福音青农一起来办活动。那其实我们不只要把青农只会种植，我们要教他如何带活动，或者介绍自己的农特产品。那他们有我们培训了这么多的，比如说使用的导师或讲师，他们也可以去学校跟学生参与一起办理活动，使用教育。因为现在政府已经在推动使用教育了，对，那我们就连结在地，那学生由我们专业的青农来带领，那通过举办活动，我们把外地的游客带领到我们福兴，而且他们来到以后，他们才知道，你的东西、你的特色。这样才更加贴近我们的，所以其实我们卖东西，其实要卖个服务，跟信任，还有品质。那这位兆伟这个部分呢，刚刚你说就是透过活动的方式嘛，那这些活动是有定期还是不定期，甚至于是说会像你的那个农产品一样，它有时候可以客制化，那是我们要怎么去得知这些资讯呢？我们每个青农它都有不一样的作物，那其实每个青农它也有不一样的果园跟农场，所以我们会用客制化。或是每个月定期，可是每个月定期，我们依照不同的季节、气候、不同的产品，那我们编排一整个系列的活动内容跟 DIY 体验，所以我们就可以依照，譬如说你这个月想要，譬如说我们刚好是洋香瓜采收，那我们举办洋香瓜的 DIY 的体验，跟认识洋香瓜，那在我们福兴也有红果、稻米、蔬菜等等百香果，还有西瓜跟那个地瓜。对，我们这些都可以把在地元素都纳进我们的流程体验中，所以消费者他每个月他都可以体验到不同的活动，那甚至公司行号，他们有一些家庭日、员工日，他们想要远离都市，来到我们乡村走一走，都会请我们帮他安排客制化的活动跟体验。真是安尼规划呢，因为这个对于我来讲吼，因是总发吼，可能能够说个比较熟络的，可能是彰化田尾啦、公路花园啦这些地方，对福兴乡然后要个部分我们就比较陌生。可是如果假使透过像这份安尼的讲法，我们去到那边就是参加你们这些青农他个基盘的发动，我们可以直接从在地它有什么样的产业去做了解，甚至可以体验，对这个地方就更有一些认识，甚至于更感情，怎么？这个真的很好呢。那这样子的报名啊，你们是都直接各个跟青农联系吗？对，我们每个活动，其实我们每个果园我们都有 FB，那每个人都会互相的 push 跟推广，那我们也会一起的共同行销，那甚至我们还有成立一个共同的 FB 的粉丝团。有一类共同的平台，如像讲，假使讲我们自己要去找个别的，我们又不熟，要怎么去找呢？假使说有像农会啦，或者是刚刚兆伟提到的一个平台，我们就比较好去找了，是不是？就是直接在那个粉丝，大家打什么样子的关键字吗？我们青农带入农游去。那兆伟你自己在做这些努力，甚至于有得奖这些肯定的，那
在这些肯定的背后，我们知道你付出了蛮多的辛苦。之前可能因为年纪轻，甚至没有经验，大家会可能在做一些交流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对你有所怀疑啊。那你得奖之后，这些有没有改变，或甚至于说大家会对你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个看法的转变？你有感觉到的吗？一开始我们当然是无经验务农，那当然是有时候人家对你一个质疑或疑问的。好像有时候人家说，你长这么白像农夫吗？对，对。可是我们躲在温室里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设备化了。我们要怎样要做到怎样减少人力，那用科技来克服气候，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跟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像务农其实不像以前这么的辛苦了。对。那在我们其实有时候你就把品质做好，把一个对的事情认真做，请这些奖项获得来，其实大家都会肯定你的。那很多人最近会请我们去分享。那可是我们会讲说，其实务农真的是还是比较属于辛苦的一条路。那虽然你看到我们成功，可是也多数的农民真的还是蛮辛苦的，因为毕竟成功是比较难得一点的。故说其实这位头都按来分享自家的经验，都在讲，不管是不是要从事农业啦吼，最主要还讲你要从事这边，你要体认到它是辛苦的，你要有心，然后你要肯付出去努力，还有不管年纪的轻或者是怎样，就是说黑产业可以带来不同的观点哦，真的。农业给人家从事农业，某种头白用了，其实有一些新的观点，它可以有带来不一样的成功的选择。懂不懂？会不会安呢？对对对。好啊，今日观众朋友，这位带来的分享啊，真是大忙精彩啊！其实水果呢也大忙来好事，假使讲有一个机会，人哋去到台湾，人哋来中华福建一个地方的时间，可以去这位跟咱农村特别聊聊一下，认识一下人哋台湾到底有哪条特别的农业不？再一次感谢我们这位带来今日按精彩的分享，多谢。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那有空一起来我们彰化福星游网，谢谢。好咯，找到更加有关手年的梦呢，更加天灯线上来运动表送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来节目嘅朋友，记得点赞、听客家电视台嘅频道，顺势记得分享出去哦。